云林这几天啊，下大雨，一寡番麦甲稻啊是未堪得水，全部拢倒丛。农业处统计到昨为止，这番麦受到损伤的面积是有228公顷，程度是有25%。目前已经来启动会勘，若准有符合这个损失的标准，就会请农业部来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。规块玉米都成一片，原本过半个月就当收成的玉米，28号因为云林出现落大雨，或者玉米拢倒去。云林土库农民就讲，虽然生长和收成一定会受到影响。收哦，收问题，互你都17800个，要6、7万的啊。啊，你安尼受损了，还存落在？对哦，这几乎没有用了啦。啊，放掉啊？系啊，因为伊即马日头过严哦，可能会大一啊。正常来讲，肥料栽培理想，一株可以收3到4株，3岁的3到4岁。那像这个的话，至少会减少1岁了。种下的农民就讲，玉米的种植1分地至少要3万块的成本，但现在碰上倒去的情形，后续收成减收，恐惊连成本都无法度收得来。对此，云县府农业处会同农粮署农改场等单位，来个土库田保中和仑背乡进行勘选。县政府已经启动4万会勘了，我们还是按照天然灾害救灾的程序，就先启动4万会勘，倘若达标，那就由县政府提报到中央。高雄农业处就讲，到30号早止，受到拜二大雨受损的农作物，包括玉米、水稻等等，各玉米受损的面积上侪228公顷，损害程度25%，总金额大约800万。目前已经请各乡镇公所赶紧来汇整资料，报请农业部。如果确定达到救助门槛，农业部就会马上公告补助，去进行云林报道。